中庸交涉之理，所以是上帝。天命之谓请，诗经小雅，明明上帝昭临下土。大雅上帝临汝，无二耳心。书经汤告为皇上帝，降忠于下民，若有恒信。2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，此翻译遍一切处。贪经一问挺，若悟无生顿法，见西方只在刹那。大日经书亦云，梵音毗卢遮那者，是日之别名，即除安片名之意也。同时奏曰，所谓毗卢那者，日也。如世间之日，能除一切暗明，而生长一切万物，成一切众生是也。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，故以为欲也。3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，道德经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即西辽西，独立而不改，周平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自之曰道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4点也叫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。圣经创世纪，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。5点回教阿拉真主。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。6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，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3界十方万灵真载。真主古兰经，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，制服了日月，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。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，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。真主古兰经，他是真主，是独一的主。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。1122他不生，也不被生。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。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内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，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 Yahweh 耶和华 Yahweh/ 的称呼，在原文之意义是自有拥有的他，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，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，母居里天，在诸天之上，为万灵真载。诸天之国与神之国，宇宙能量，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。除了此舞动的能量，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。在某个时间点，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。
从而有意分为二就对立。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ivekananda 者着火于家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约翰一书3:24遵守神命令的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何处？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，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作者。福音书作者约翰，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，创造人时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